努力揾錢都仲係冇錢。Cash flow 現金流其實就好似我哋身體嘅血液一樣，血液暢通，身體健康。Cash flow 暢通，財務先至可以健康。試諗下，若然我哋身體嘅血液長期咁樣棘住，佢唔係中風就一定係心臟病。Cash flow 長期棘住嘅人，通常都要依賴信用卡、借貸，又或者同人借錢過日子，一樣咁大鑊。好多人成日都只會揾錢睇收入，但係從來都唔理會自己啲錢使去邊，個月都冇錢剩。所以真正嘅關鍵唔係你可以賺幾多，而係你可以剩幾多。若然今日我哋都冇辦法每個月儲上收入嘅20%，你要相信唔係能力嘅問題，而係 cash flow 管理出咗問題。所以今日要教大家一招 cash flow 通波仔嘅方法，等你可以重整你盤數。方法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先儲錢後使錢，先分配好儲蓄投資嘅部分，然後再減少生活開支。當你可以長期堅持呢個習慣，你會發覺你嘅財務會慢慢進步，越嚟越健康。之後你唔再需要日夜為生活操心。1分鐘學理財，財務可以豐盛，智慧可以長存。